兄弟平安咱礼拜时间已经到咱来吟会前的诗，圣诗303首。摇花安尼讲，恁着守公平，行公义，因为我的救恩已经尽，我的公义要显明。人安尼行，世间人安尼持守伊，守安息日无干犯着，禁止家己的手做歹，无做歹，即号人有福气。做来吟新圣诗27首，我主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见青石。
愿徛伫，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做来启用，启用问题6。新圣诗后面1005页。现着我来启，也请兄弟做伙来用。上帝也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圣徒实在真尊贵。一声去对别个心灵的，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限制。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一声，你会指示我的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咱做伙额头来祈祷。当阮感谢上帝出声吟诗对心底，主行奇异代志，万民掠伊做欢喜。阮对母胎出世，伊就祝福无离，用伊无数仁爱，今日还得款待。恳求赐阮上帝一生甲阮相伫地，使阮欢喜心肝。也使平安甲阮大，用伊恩惠保守，艰难得到解救，带阮脱离灾害，现今煞到将来。感谢天顶的阿爸爸上帝，伫礼拜日的早起时，互阮众兄弟阁有即个福分来到你的殿院，做伙敬拜，报劳你。伫这年底感恩的季节，阮阁一摆来诉算你的恩典，感谢你对阮的大疼痛。亲像400当前诗人所写的，对阮母体出世，你就祝福无离。阮知这是阮做你囝儿的福分，只要阮一生跟对你。你就会用你的恩惠来保守，带阮脱离灾害。总是当阮诉算这的恩典的时，阮是毋是有常常检讨阮家己，看阮有照你的教示来行无？你教示阮爱行公义，好人民。阮伫阮日常的生活中，
伫阮的社会中，阮看到无数无公义的代志，阮是毋是会出声，也是会当作无看见？看见侪侪需要阮帮衬的人，阮是毋是会伸阮的手扶持帮衬因，也是点点无反应？主啊，恳求你，互阮真正学习基督伫世间的时所行所做的，将你互阮的恩典分享互阮四周围的人。阮来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献诗圣歌队，伊要唱的是一年过了，搁一年。
咱做伙来看两位圣经，一位是伫旧约诗篇37篇第10到第9节。诗篇37篇第10到第9节，伫1054面，1054面。毋通因为做歹的人心内不平，毋通怨妒行为不义的人，因为因亲像草，真紧就焦去，亲像青翠的花草烂去。着我靠上主来行好，踮伫即个土地安居乐业，着因为上主来欢喜，伊会满足你的心愿。就将你的路途交托上主，我靠伊，伊会甲你成全。伊会互你的义亲像光发出，你的正直亲像中昼的日头。就静静伫上主面前吞忍听候，毋通因为歹人的计谋成功来不平，毋通受气，就气煞大受气。毋通不平，才免致到做歹，因为做歹的人会受糟灭，听候上主的人会承受所应允的土地。第二位伫约翰三书11节，新约526面，26页，526页，约翰三书11节。亲爱的朋友，毋通学歹，着学好。做好的属上帝，做歹的毋捌看见上帝。现在，现在，现在，我心偏向来尊崇，我心情在对你眼光，提醒我的主。现在，我心偏向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眼光，提醒我的主。讲到。咱牧师今日正道的题目是为主活出美好。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有看到台前的布置无？咱有看到有水果，也有遮的菜色，上顶代表今年的丰收，来献伫上帝面前，来感恩上帝。即礼拜今仔日是感恩节的主日，毋是感恩节感恩节是即个礼拜四。咱今仔日用感恩谢谢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来献上一年对上帝听的回应。其实咱伫每一日拢爱感谢主。今仔日是甲咱提醒，咱伫即年对年初到伫要将近年尾时，咱对上帝所领受的恩惠甲恩典来献上感谢甲乐乐。咱同心来祈祷，遐通的主，阮感谢你，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女，嘛，互阮欢喜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守主的圣日。愿主你互阮分别做圣，成做你所祝福的囝儿。因为今仔日，阮来到主你的面前，主你感谢阮所献感恩的心，嘛感谢主你
今年所带领、所引带，互阮的年日有助力带领、引带甲赏赐，有互阮经历无顺利的时，嘛经历通感恩的事。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知影感恩节也是来自美国的节期，因为这节期的起头所发生的原因是宗教的迫害，因为有100几位102位的清教徒，因为受到宗教的迫害，因坐船来到美国美洲的大陆伫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的所在来登陆开始因移民的故事。当然，第一年的寒天，互因感受到真寒冷。像是因伫过当年来感谢上帝带领因经过侪的艰苦，嘛互因有丰收收成。因嘛感谢原住民即个印第安人来帮助因。所以这个感恩的故事来自起头是来自迫害，来自苦难。来自因受到侪不平的对待，所以伫每一年11月第4个礼拜四，就是感恩节，因庆祝丰收，庆祝因有上帝带领引带，所以这感恩节是来自对上帝疼痛的回应。像是咱知讲感恩节爱食啥？食火鸡，咱知影食 turkey。爱食马铃薯，爱食即个南瓜，像是这个物件拢是丰收的，是对上帝回应特别是即个番麦因来到美洲有即个番麦，后来因阁有种植侪的农产物来收成，所以即个感恩节的节期有感谢的意涵像是伫美国文化内面，因嘛会疼痛即个送向人。来款待这个送向人。对咱台湾的环境来看，伫11月开始，伫10月到11月开，这个年尾要进入这个秋天已经进入这个秋天，开始会进入这个冬天，所以秋天嘛是咱收成的一个季节。这段时间，咱就看到讲，对南部开始这个挂稻仔班，这个挂稻仔机就对台湾尾。一直收成到台湾头，有可能你伫即个较庄脚的所在看到，有稻仔，但是你后尾摆去看的时候，因为稻仔已经收了所以对咱来看，秋天咱有起仔，有即个稻仔，甚至才会水果收成。对美国的感恩节来看，对上届起头是宗教的迫害，到伫因伫美洲大陆。开始的生活，到伫因经过几百年，因传承即个节期来感谢上帝。咱是照安尼来过即个感恩节。当然，咱家己本土化了后，咱嘛是用咱丰收的季节来感谢上帝对咱一年的疼，特别是农民，代表一生信靠上帝，倚靠上帝，但是代表一生伊嘛感谢上帝。但是咱想看卖代笔做王，伊一生是顺利吗？其实伊身躯边嘛有侪的忧愁甲对敌，敢毋是？有非利士人歌利亚，当然杀死歌利亚了后，毋是伊顺利的开始，是灾难的开始。因为这个妇女来上战，哇！代笔你真厉害，你杀死万万。扫罗只有杀死千千，所以这千千害着扫罗要来杀大笔，就造成因两人之间真大的心结。佮甚至扫罗是大笔的丈人爸，是毋是？虽然看到大笔一生伊甲阿玛利人、甲摩押人甲这阿兰人咧相战咧相杀。咱上次看到讲，伫伊的亲人的中间，就是约押，是伊的外甥嘛是伊的部下，嘛是伊上界信任的将军。
但是这约押嘛是伊一生上界大的痛，因为约押害伊失去了诚信，害伊失去了伊的信用。这个示每甲伊的囝押沙龙会叛乱，所以代表一生中间嘛有经过着侪遮个苦难，遮个无顺利，遮个艰苦的事。所以咱今仔日咱来想看觅咱为着遮个丰收，为着遮个丰盛来献上感恩的时，咱敢会去想着讲，咱会为着咱的苦难，也是咱的无顺利，也是拄着咱身躯边有一寡互咱真凄惨的人来感谢上帝，感谢咱袂。总是咱对大笔的诗来看，咱无因为遮做歹的人，就来心怀不平，就来操烦，就来烦恼。天韵有一条歌叫做乐善歌吼，这条歌就是嘛是照今仔日咱的经节，甲咱讲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向他们的心而生的嫉妒。因为遮个人因亲像草，会紧紧希望挂落来，嘛亲像遮个菜来勾搭。所以咱得爱倚靠上帝来行善，来行好，爱用伊的信息，成做咱的米流，成做咱的粮食。如果咱若是讲主啊，因为你互我顺利，互我平安，我来感谢上帝。相信咱嘛爱因为咱有做遮个苦难，遮个无平顺的事来感谢上帝。真侪歹人真侪做歹人行通，刚才咱台中就有，有一寡政治的人物，哇，因安尼遮尔好嘢，哇！但是呢，咱毋通心神。遮个歹人虽然伫道德上、伫行为上拢有真侪问题，但是咱毋免心怀不平，毋免为着遮个事来操烦、来烦恼。大笔的诗是安尼甲咱讲，因为遮个做歹人有一日，上帝一定有伊爱作为伫遮个人的心上。所以咱虽然心感觉会无爽快、无拄好，但是咱嘛爱苦劝咱，毋通甲遮个做歹人做伙，因为甲遮个人做歹，咱就会变歹，敢是？所以加利文甲咱讲，毋通目空赤，保守家己来远离，来甲遮个歹人保持距离，免得互因甲因相反，被他们同化。所以，若去互因同化了，咱嘛成做歹人其中的一分子，敢毋是？所以今仔日的经节甲咱提醒，上帝互遮个事存在发生，检测有伊的目的甲意义。所以遮个事伫先知的内面嘛有拄着。耶利米问上帝讲，耶利米嘛问上帝，哈巴谷嘛安尼感伫遐咧吐气。讲歹人为甚物遮尔行通顺利？耶利米书12章第1节就讲：耶和华，我甲你争论的是你显做义，但是有一件代志，我要甲你理论，歹人的道路为甚物遮尔行通呢？因行诡诈的行为，因阁得到舒适安乐的生活。所以连先知拢甲上帝咧辩论，因为有歹的存在。有遮个歹事，有遮个歹人，甚至有人的厝饲啥物货？恶犬。所以有遮个恶地形、恶势力，有遮个穷山恶水。所以想看觅有遮个歹嘛显出有一寡好的所在，有好山，有好水。咱嘛希望咱在台中是好山、好水、好地、佮好房价的所在。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嘛，无因为歹的存在，咱就无法度去活出迄个美好。因为有歹的存在，上帝阁要互咱来活出美好，来明上帝恩典、赏赐、款待。安尼美好的定义是啥？美好敢是讲就一定是有钱才是美好？所以好人应该爱。有是伊的好的品行、好的人格、好的道德，代表一生的敌人遮尔多，伊的救赎遮尔多，但是代表却用伊美好的人生
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信用来感谢上帝。所以咱信靠上帝是真做咱改变咱一生的开始。所以今仔日的经节甲咱讲，勉励咱得用上帝真做咱的良善，用诚实真做咱的良实。咱有时看到社会侪侪遮个事，像是咱为着遮个事咧努力的时，咱嘛为着遮会做歹人来为因祈祷。今仔经节甲咱提醒，互咱信靠的上帝人来得到伊的恩典。保罗伫哥林多后书嘛有讲着讲为着要互我无因为有看见真侪启示得到我自个得意，伫我的身躯顶面有一支刺，亲像这甲我苦楚，毋免得我自个，免得我骄傲。所以有时这刺，这个无好的事，也是这会对着，亲像一支刺咧，甲咱提醒。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有时遮个人，咱看做是歹，但是检测这是上帝所特别安排的。咱看到哈娜伊先生，阁有另外一个某叫毗尼娜。哈娜是一个祈祷的人，但是哈娜无因为这个毗尼娜来互伊安尼，所以伊就允许去祈祷上帝，互伊会当来好好过日子吼。但是这个毗尼娜就是安那，家苦楚但是伊只好伫圣殿祈祷。后来哈娜真做撒母耳的妈妈，所以伊无生甲我求上帝来赏赐，互伊当怀孕。所以咱爱思考一个问题：检测互咱受伤的人，有可能是互咱成功的人，敢毋是？所以上帝为着要操练咱，有可能放一支刺伫咱的身躯边。连保罗讲，我身躯顶嘛有一支刺。你敢知影高尔夫？有人可能咧拍高尔夫球，这高尔夫为什么伊即粒球坑坑洞洞，一坑一坑一坑，搁遮尔侪坑，规个球拢是坑。这是一个常识一个常识。检测这是一个物理的原则高尔夫球表面遮尔。为什么不是光骨的，不是平滑的？他干脆就把球磨着光滑，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这高尔夫是凹凸不平的呢？为什么伊是坑坑洞洞的呢？为什么伊有遮尔侪坑？因为这是要互球莫遐尔紧的练出去，因为有这个坑，伊会当飞搁较远，伊的方向会搁较稳定。所以你若拍乒乓球，伊会安尼，伊会显，伊就会歪。但是这个有空的球，会当拍搁较远。因为有做过试验，你用光骨的球来拍，上远拍到120公尺，但是来顶面有空，轻轻啊拍，毋免出真侪力，会当拍200公尺。这就是为什么拍高尔夫爱拍搁较远。爱跑照你拍的方向会当走去。所以虽然咱的心检测有烫伤，亲像这个高尔夫球侪空，但是这是要互咱的人生行搁较远、行搁较长的路。愿上帝帮助咱，检测咱的人生有真侪苦痛，但是这个苦痛嘛真侪，咱会当行搁较远的路，敢毋是？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这是上帝伫咱要互咱变搁较刚强，亲像有刺的人伫咱的身躯边。初代教会嘛相款，拄着侪的艰苦，但是因的信仰得到成长。连使徒保罗拢受到遮尔侪艰苦，伊嘛有遮侪苦难。保罗先生，伊是无靠教会的供应，伊传道理。搁爱家己饲饱家己，所以伫苦难中间，互咱学习顺服谦卑，这就是会当领受搁较侪的恩典。代表咱莫看伊一生写了遐尼侪诗来演讲上帝，
来感谢上帝。咱若看伊四周的人，嘛是，互伊真互伊的心可能嘛真不平。所以诗篇37篇讲，咱无因为遮咱感觉互咱烦恼，互咱烦恼的事，遮的人因所做的事，咱直接操烦，遮心怀不平，遮的人上帝会甲因应付，会甲因处理。所以因亲像的草，真紧互刮落来；因亲像菜，真紧就会枯干。第30节讲，咱着来倚靠耶和华来行好，来行善，咱用诚实成做咱的美良。第2点，甲咱分享，咱用眼光用信用的眼光来面对咱的困境甲苦难。做歹因的行通的标准伫倒？咱的标准会当有可能讲因遮尔好嘢，因得到遮侪的财米，但是因过了即个好的生活，敢就会行通？嘛无一定。有当时咱想讲世间行通的标准，就是咱莫破病，活搁较久，咱会当赚大钱。但是这敢是圣经所提到的祝福？圣经所提到的祝福，就是咱爱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有一个纯洁的心，亲像大笔遮尔单纯。上重要的是，上帝对咱是永远袂改变的。所以，毋是歹人行通，是咱的价值观，是咱的想法，是毋是因为咱信上帝来帮助咱？伫咱的历史上，有足侪真错误的统治者，因过车赢的生活，希特勒就是其中一个。美军捌占着即个希特勒伊住的所在，伊所享用的物件是敢若亲像皇帝一样咱即马的北韩金正日金正恩伊嘛过着即个权威甲享受权力的富贵，但是咱爱想，这人一定是无好的结局。诗篇73篇嘛有提到讲，这歹的行通所讲的话，就讲伊进了至圣所，伊就来想讲，这人的结局是安怎？所以当咱咧灵修祈祷的时，咱嘛想着讲，这做歹的人，因的结局一定嘛无真好。虽然环境拢无改变，但是咱的眼光爱改变，咱才会当领到祝福。今仔咱信上帝、信耶稣的价值观，就在伫咱的眼光来改变，无看外表外在，无亲像一般的人的价值。咱若甲无信主的人咧讲话，讲无几句话，就是安怎存款偌济啦，股票偌济啦，迄钱偌济啦。但是这对咱来看，这敢是行通的标准？有一本红册讲，一个师傅要训练一个囡仔，成做出名的神射手。但是一开始拢叫伊摒扫，伊就是扫涂骹。这个囡仔感觉真烦，我逐工拢咧扫涂骹，我什么时阵才会当成做一个神射手？几年后，师傅才开始叫伊练剑，就摕一支弓甲一支箭，然后叫伊着爱瞄准。放伫个伞顶面，真小一粒米。伊讲，你着爱把即粒米看做亲像地米的布地遮尔大，安尼你钱写出去，就会写着你所要写迄个目标。我一开始嘛一直练，要甲一粒米看做一个布地遮尔大。过了10年，即个小伙子真正练成。将米看做一个大米地，伊就找师傅讲：“我练成啊！”师傅甲伊讲：“你成功啊！你真做新射手啊！”所以咱想看卖倒一个人会当将即个米来看做一个布地遮尔大？师傅甲伊讲：“你成功，你落山，你出师啊！你会当我无啥物功夫通甲你教。”所以有名的新射手，毋但是爱有好。的手力，搁爱有好的眼力，将一粒细米甲看做一个大的目标。
有人问有名即个社青的国手，甲伊讲，为什么你对目标爱瞄一段时间，才将钱写出来？伊讲，我用力扭讲一段时间吼，迄个点吼放大了，甲写出去，就会写着迄个中心点。但是有当时状况无好，就目睭雾安那，就会写袂得。所以迄个眼力真重要。环境无改变，是眼光改变，是咱看到人看袂到迄个价值。愿上帝帮助咱敢会因为你坐车、你开车，发现着讲即段路拢塞车，你着换一个方向甲行去。有可能你换一个方向，迄个无车的方向去，有可能迄个方向毋是你要去的所在。常常着伫内中开车，即段路，即个车道哪会遮侪车？但是你甲驶去无车迄个车道去，结果伊是要安那倒我的车道，敢毋是？那是行毋着路去。所以毋是讲路好行，毋是路宽大好行，就会当达到你的目标。虽然路有塞车，但是咱莫耐心听候。咱往往发现，真侪人会比较，所以毋是迄个，毋是迄个目的地，是迄个即要前往目的地过程的中间，咱有埋怨上帝。咱做基督徒的人，咱有埋怨上帝无？咱有常常伫遐咧讲到底即个时机是好还是歹？愿上帝帮助咱。所以咱爱看到即个无信主的人，因所看袂到迄个价值，毋是行平坦佮大的路。有当时常常基督徒行的路是矮佮歹行的路。所以信仰的路无一定就是大平坦的路，所以耶稣甲讲是安那矮的门啊，要入天国是矮的门。顶礼拜咱读圣经读着即个罗马书，讲咱伫世间所努力的，最后拢爱面对迄个审判台顶。所以伫迄个审判台顶，用火甲咱考验，咱伫世上所做的事是坚固的。也是你是用草起的厝，若是用草料起的，就是一摆就烧掉伊。但是你若是用好的材料起的，亲像你是空安门头的，你用火烧伊，即间厝永远还阁伫的。所以咱伫世上咧行搭咱的生活，咱嘛想看觅咱是毋是有用美好来活出咱的每一日？即个美好就无将这苦难、艰苦，也是不平的事，甲伊看作要紧。爱用咱的诚实，诚做咱的美牛。所以咱献上感恩的时，咱看到这第一次的感恩节，献上感恩的时，可能是感谢上帝，互因有新的天、新的地。但是因安怎？因嘛将这所面对的苦难已经经过啊，有这个苦难。因今日来到新的天、新的地，所以苦难甲这个灾难，也是这无好的事，对咱来讲有啥物意义？所以咱毋免将眼光看伫这个心上，毋免有埋怨，毋免有心有不平。愿上帝拍开咱新的眼光。第三，咱伫信仰的顶面来活出美好。挖壳的意思是啥物？就是用绳仔甲伊绑起来。就是既然用绳仔甲咱甲上帝绑起来，就是瓦壳。所以咱瓦壳毋是单单咧求上帝甲咱迄个，是咱甲上帝绑做伙，咱甲上帝会当合作一。所以伫安尼时阵，上帝所要成的事，才伫咱的心上来完成。所以咱家己拥有的这个物件，表示咱所担的重担，耶稣嘛甲讲将担来交互伊。伊替咱承担。各位兄弟姊妹，你旅行，你感觉上方便的是甚物代志吗？是行李哪轻哪好啦。第一届出国的时拢毋知影啥物物件拢炸听讲迄啥物变电器，迄变啥物货互着爱炸。听讲遐足寒着爱炸衫，炸愈济。哪想像咧荷兰的，啥物物件拢炸。但是你愈来愈有即个旅行的经验。你的行李就哪来哪简单？
所以出外旅行，就是行李愈简单愈好。我有人甲我分享吼，因去行迄个西班牙迄种骷髅吼，迄种雕像的路，就是安怎行李愈轻愈好，吼，一下拖咧行就好啊。所以早通常会早种今仔日穿的衫，暗时洗，明仔载就会搭的衫，安尼是上好。早2领就好早3领就好毋免早伤济。有诶第一届去的吼，毋知影爱早啥物化妆品啦，早啥物货，伊就会感觉讲你人生有足侪重担，所以耶稣甲咱讲安那，毋免家己担，交互伊，来替咱担。所以咱毋免担遮侪重担，将担交互主。因为上帝是愿意替咱承担遮会担，所以为什么咱有真侪代志咱无法度解决？因为咱将遮个问题拢放伫家己的手中。各位兄弟姊妹，咱毋免甲遮个担放伫咱家己的手头，鸡卵放伫家己的手头，就会变做鸡仔囝吗？你放伫家己的胸坎，你孵遮个鸡卵。你放遮久嘛，孵袂出鸡仔囝，只有安那，即个卵变做臭卵若定。但是共一粒卵交互鸡母来孵，21天就会孵出鸡仔囝出来。所以咱毋免为着过头操烦的事，伫遐咧操烦。愿上帝帮助咱，将遮个事来交互上帝。过来就是咱来听候，信心上大，信仰功课上困难，就是讲咱祈祷了后。上帝还未应允的这段时间，就是听候。这听候的过程有真侪挑战，所以圣经甲咱讲，咱交上帝了后，听候一定咧叫做忍耐。所以困难到最困难的就是听候。所以祈祷了后，忍耐听候，就是信心的考验。就是上帝伊眼中咱遮的儿女。就是耐心听候，伊就同工来成就这个事。但是咱祈祷是照上帝的旨意来行，毋是照咱家己咱所求的来行。所以为什么上帝互咱的生活有遮侪苦难、困难甲灾难，是要互咱明白，咱到底是毋是当真做信靠上帝的人？所以咱每一个人。经过遮个苦难，咱来真做倚靠上帝人。那亲像即个高尔夫球顶面有遮个空，遮个空就是咱生命岁月顶面所留落遮会无拄拄好的事。但是遮无拄拄好的事，咱爱看做这是上帝所互咱的。愿主伊的公义真做光，伫咱即个世代光明来照咱。那愿上帝帮助咱毋通因为歹转去学歹，转甲遐个歹人共款。所以约翰三书11章甲咱讲，亲爱的朋友，咱毋通学歹着学好，因为做好才是属上帝，做歹因无可能会见到上帝，因嘛是无看见上帝的人。所以愿上帝帮咱想互咱每一日拄着好事，咱感谢上帝。拄着遮个无好的事，嘛是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要互咱去提升咱，要帮助咱，互咱面对逐种无顺时、无顺利的人，遮个嘛是咱的帮助。所以咱看到大笔，伊的一生有偌侪苦痛，上帝都会互伊画出偌侪美好。看遮诗篇，遮侪篇伊所写感恩的诗也好，感谢的诗也好，也是阿拉上帝的诗也好。但是咱毋通想着讲，大笔一生是遮尔顺利，伊的一生嘛有真侪，嘛有侪侪，伊拄着侪侪苦难甲挑战的事，咱当心来祈祷。拜上帝，你听阮，帮助阮，阮。一生爱为着侪侪事来感谢上帝。今日是感恩节主日，阮用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我嘛因为有丰盛有丰收来祈祷，像是
感谢阮今年过了无顺利，过了无平静，我嘛爱因为安尼来感谢上帝。当阮会当用这无顺利的事来感谢上帝，安尼阮的感谢就完整。因为你所想顺凡的恩典，拢够也万用。愿上帝使用帮助阮，阮每一日拢为着主，你来活出美好，活出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来吟回应的诗，真圣诗612首，经句好歹，变化无定，甲咱起立来吟全首。经句好歹，变化无定，上帝在照顾你，念出实的阮通免惊，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逐日在顾，逐日带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为主做工拢免失志，上帝在照顾你，路途坎坷危险的时，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逐日在顾，逐日带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无论拄着哪大试炼，上帝在照顾你，日出起拢袂野生，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逐日在顾，逐日带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请坐。咱下面奉献的时间，咱等下拢行到咱3楼有一个奉献，有一个奉献箱，咱2楼嘛有吼。咱等下行来头前来奉献吼。咱会安尼来行，可能会较顺啦吼。就是讲，咱来到头前，咱行中央，行为中央来，为边仔转去。吼，咱安尼来行会较舒适吼。主日学倒来袂？吼，这倒来啊。好，咱等主日学学生好无？吼，互囡仔先来做奉献吼。咱即马细囝吼，实在是有影有较少啦吼，所以鼓励大家，可能毋是生囝吧，应该生孙啊吧吼。咱可能爱鼓励咱细囝紧生就对啦吼，紧结婚吼。最近真正结婚的人真少吼。来，咱小朋友来，咱入来吼。老师甲带入来好无？好，来，行为中央来。好，来。哇，袂歹吼，真好。
好啊，咱兄弟吼会当接伫因的后壁吼，咱开始来做奉献。吼，咱为中来为两边边仔来转去吼。来唱歌队好无？吼。吼。咱后壁就无要紧吼，咱家己照你的意愿，咱行为头前来奉献吼。我就无去指挥吼，咱行为头前来奉献吼。好来，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金丝线，请牧师来做感谢的祈祷。咱只是来献上咱的感谢甲感恩。天父上帝，阮到台前来献上阮今年对你的感恩甲谢谢。感谢主你对年初引带阮行到即个时刻，主阮感谢你赏赐阮侪恩惠、侪丰盛甲疼痛。相信你嘛，互阮常常拄着侪恶淡长的事、艰苦的事，这嘛爱诚做阮献上感恩、感谢的起头。当阮顺利，阮感谢主你；当阮无顺利的时，阮嘛爱感谢。当阮得时无得时，这拢是主你伫阮的生命的中间所安排互阮。透过这个艰难，互阮的生命更较坚定。互阮的生命会当搁较侪成长，互阮的生命搁较勇壮、搁较勇健。愿主你帮助阮，阮今仔日众兄姊妹所献摆咧伫主你的面前的感谢，愿主你接纳，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请坐。
好，接着来报告。报告大圣，咱先开周报第3面，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吼，兄弟做伙读一遍就好吼。着我靠上主来做好，踮伫即个土地安居乐业。诗篇37篇第3节。着我靠上主来做好，踮伫即个土地安居乐业。诗篇37篇第3节。那迄个聚会表吼，甲迄个事项表吼，咱家己详细看。第4面，咱看教会消息。今仔日感恩节吼，咱照着咱逐个人来甲台前的奉献吼，对上帝一年一度的一个感恩吼。第2点，咱礼拜后有爱餐吼，多谢桂林执事甲秀文长老的准备啦吼。迄个温柔小组餐后有爱收拾吼。第3点，咱爱餐后要进行礼拜堂的圣诞布置，请青少年社青吼来做协助，嘛不一定是这2个团结啦吼，咱若有感动，会当留倒来吼，会当来做伙来布置咱的礼拜堂厅吼。第4点，下主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主日吼，妇女团结来点蜡烛。第5点。11月份起吼，咱2个牧师开始伫独行来做服侍吼。12月初8下晡3点，咱有一个就职的受职特会吼。兄弟若有要联络牧师，遮拢有电话吼，有这是即支22017150，即支是直接到做迄个牧师馆的电话吼。方面咱的周报的方面嘛，拢有做迄个牧师的手机吼。第6点，咱欢迎参会吼，是伫12月初8下晡5点半伫地下室要来办道啦吼。邀请兄弟专家来踊跃来报名吼，会当往小组长报名。若无伫做即个关怀小组的，咱会当往行政干事来报名吼。到后礼拜截止吼，到后礼拜截止。第7点。圣歌队2025年选举的结果是队长尤乃基，委员魏淑慧，杨雅婷、刘秀英、林炳莹吼。第8点，这礼拜的祈祷会要为着仁爱小组甲喜乐小组来带导。第9点，过来这个拜六啦吼。拄好11月底吼，30号，下晡超下早9点到下晡超3点啦，这是算是安尼啦吼。咱要甲即个礼拜堂吼，这椅仔要刷好开，要来遮吼，要清洗拍啦吼，所以需要真侪人工啦吼，过来就是咱迄个地下室吼，地下室咱咧食爱餐迄个所在，遐桌椅仔爱搬开，因为咱过来要办桌，吼所以需要真侪人工啦吼。你若迄天有闲吼。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所在三甲来做工啦吼。第10点，迄个下一季的迄个服侍轮值表吼，甲聚会表吼，咱伫12月15进前爱交互行政干事来做编排吼。11点，咱的读经计划甲陈理事啦吼。陈理事大家会当继续持续咧读吼，咧读到是真趣味啦吼，像我咧家己咧读了真有趣味吼。再来团结的消息吼，青少年甲社青今仔日拢要配合圣诞布置吼。相关团结今仔日有聚会吼，今仔日是陈淑霞姐妹吼，张老娘要来。分享吼，请兄弟兄姐来踊跃参加。剩呢，毋是今仔日提，我就无去报告吼，咱会当家己看。妇女团结今仔日嘛无聚会吼，咱会当家己看就好。
好，以上消息报告来关怀协会。关怀协会伫过来即个拜六吼，30迄天9点半有一个多肉沙化熏香蜡烛的一个，目前有人15人报名啦吼，会记你迄个时间准时来参加吼。好，过来集体关怀的部分吼，牧师已经开始咱探访组已经陪牧师开始伫探访吼。恁若欢迎牧师去恁兜探访嘛，会当先甲牧师讲啦吼，先甲牧师讲，也是讲路长老伊会敲电话吼，甲你请求看会当去无吼。恁若家己真正意爱牧师去恁兜吼，会当甲长老讲吼，路长老吼，也是甲牧师讲吼，会安排时间来恁的厝吼来甲你探访。好，交界消息咱家己看吼。第7日顶礼拜的奉献吼，伫遮报告做领收。若准有出错误的吼，是有楼顶的，甲找我本人来做更正吼。今仔日我无看到有新的朋友啦吼，嘛无收到单吼，应该是无吼。好，安尼咱做伙来祈祷吼。咱做伙来集体关怀的祈祷。主啊，感谢你，一年一度的感恩节，阮用着小小的奉献来做阮的感恩。阮盼望，阮嘛毋是干那金钱的一个奉献，阮嘛搁较盼望阮会当奉献阮的时间，奉献阮的工，奉献阮的心意，伫这个教会也是这个社会。主啊，阮昨正当工伫遮有开时间研讨会，伫遮阮有打合真济的代志，盼望阮的努力，阮会当伫明年会当有搁较好、搁较顺利的时间的进行，伫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的兄弟姊妹，大家会当拿相疼，大家会当拿亲密。主啊。阮嘛为着阮过来12月有真济的时间，阮来祈祷。12月初8，牧师的就任典礼，阮有真济来宾，真济阮的兄姊会到阮的中间。盼望阮所有所做的这工程，会当荣耀你的名，嘛会当互迄天所有的拢会当真顺遂。12月底，阮有圣诞节的庆祝。这个工程拢是为着荣耀主你的名。主啊，互阮伫这个参与的中间，互阮会当哪体会心哪甘乐哪感觉阮的甘甜伫这个中间。主啊，阮为着阮真济兄姊身体还是欠安，有人车祸了要伫疗养，有人开刀了伫疗养。有人身体软正伫厝，嘛有人心神衰弱，感觉讲家己真无气力。主啊，这个你拢知，嘛恳求你伸你的圣手，亲自安慰、保护甲医治。阮将这个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愿主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咱起立，咱。来行平安礼。
咱来吟尾篇的诗，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引带，把你相见，心内最好伫你面前，对主无悔，大地世情。愿你所有，我命尽力。为何归期，献出人海，最后模样，因传人灵魂地球。我每时山求主赐福，阮我的人生快乐，诚心传，甲阮同行，言行有志，永永你命。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最后所基督恩典，被上帝听读，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